秋林伫现场进行嘅连线报道，今年金曲奖传统同艺术嘅类嘅颁奖典礼呢，也摆係前特別嘅，就係用藝術事實來推成功態度。除咗有動態嘅音樂去睇演出之外，日本團體作品咪喺現場展賣，還加有眾多手工 DIY 嘅作品。傳統唱腔加入使用音樂元素，現代背景戲勞工琴嘅組合，從切口本觀眾太快連結。用鋼琴然後來唱昆曲是一個還蠻新奇的一個體驗，然後就是結合就是現代的舞蹈，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一個新的呈現。細細年紀才懂有家事。優秀嘅神團留傳統歌戲表演到動神通，一個動態嘅表演含有音樂留創意 DIY 談呢，其中當然會有客家音樂。另外，後生嘅核心藝術家還可用大型嘅畫布，也係現代手工藝，表現出新生態客家意象。我想把它跟現代人喜歡的東西稍稍做一點結合，這樣就是希望說它不再只是被單，而是可以穿在身上的某一種流行這樣子。那條係巴拉比波，巴拉比波就是很花俏，就是它剛剛很花俏的意思。那我們做的東西都是純手工的刺繡，為了就是要表示我們客家人的那種淳樸，然後執着的精神。雖然係金曲獎頒獎會場，韓國展出了70壇以上融合歌族群甚至跨國界嘅精彩作品。不過來年三唔多，國人對傳統音樂嘅支持和推廣，以倡還愛加強。客家新聞，齊編織，周美豪台北報道。